来讲，促转会伫咧今年5月份任期就到啊，敢会延长运作，受到外界关心。台湾民间真相和和解促进会今仔日开记者会，认为讲促转会伫咧白色恐怖调查报告程度为悬上顶，追究加害者责任等等这部分，拢无明确的进度和作为，认为任期到就要结束。这是我们要跟威权时代做个了断的时候。 只有跨出这一步，台湾的民主才算是真正的巩固。 2018年5月，总统蔡英文主持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报答和挂牌典礼，宣示促转会正式成立。正做任务型机构的促转会，这2年多的时间，针对查明历史真相、社会和解等等的面向，伫咧拍拼。不过，各民间团体认为，针对促转会核心的任务，像完成白色恐怖调查报告，程度为悬上顶，也有追究加害者责任，促转会并无做适当的处理。 5月份任期到就要结束。2016年大赢了300万的选票。他说：“我们会从真相调查与整理出发，预计在3年内完成台湾自己的转型正义调查报告书。”这个是蔡总统在2016年给的公开承诺。 民间团体向民进党发声，认为促转会上主要的工作就是完成转型正义的报告书，后续法案的规划和任务的交接，嘛要伫咧总结案的报告提出建议。我们其实期望促转会依法在任期届满的时候就结束。那对他真正的期望，事实上是要能够发挥尚未规划的这个功能，然后桥接这个相关的业务进入到相关的这个部会。 针对民间团体建议，促转会表示会谦虚检讨不足的所在，嘛会继续整理各项成果向外界报告。等若促转会完成规划以后，接落去要安怎执行，会继续来听外界的意见。记者阿明金林玉凯台北报道。